考生報到咗之後，就會等候考牌主任出嚟叫名。考牌主任會跟考生核對翻個人資料啦，再會講解翻應考嘅路線嘅詳情，再做埋個視力測驗，冇問題就可以上車準備考試。準備好就可以留意考牌主任嘅指示，觀察翻交通情況，情況安全就可以開車。駛近路口，如果有行人要過馬路嘅話，我哋就喺呢度停車，等行人先行過馬路。如果冇行人過馬路，路面上有車，我哋就將個車駛到行人路邊停低等候。呢個位置嘅好處係，當你等候右轉天光道嘅時候，如果有行人需要橫過馬路，佢就會喺你車尾過。當路面情況許可，我哋就隨時準備開車。我哋要謹記，每次開車之前要確保埋兩邊盲區冇物體走近，情況安全我哋先好開車。開車右轉時要留意自己嘅轉彎位置同埋轉彎後嘅行車位置。行車位置係因應翻行車嘅去向嚟選擇嘅。未來將要左轉或者直去，我哋就靠左行駛。如果我哋係需要右轉、掉頭或者爬頭嘅話我哋就會選擇靠右行駛。情況許可，望左右鏡加速。駛近路口，先望鏡，了解尾隨交通情況。路口前左中右望，安全定速定位駛過黃方格。駛過路口之後路型改變，由一條行車線轉換變成兩條行車線。我哋會取道左線，將會喺燈口左轉。前面燈號紅色，望左右鏡減速，帶慢尾隨車輛喺適當位置前停車。停定之後再查看交通情況，安全。駕駛電單車個停車位置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停車後與前車有足夠嘅空間，讓自己可以一手軚就可以離開。萬一尾隨車輛停唔切，我哋亦可以即時扭軚離開。所以前面嘅車越闊，我哋留嘅空間就相對要越多。同時間，尾隨嘅車輛一日未停定，我哋亦唔可以過分鬆懈。燈號改變，查看交通情況，配合前車小心開出。前面黃方格在出口暢通無阻前，切勿駛進。我方兩條行車線，左線只可以左轉，右線只可以右轉。我取道左線，將會燈口左轉。入下界路街，轉彎時要留意轉彎嘅位置。轉彎前減速，避免轉緊彎時候產生離心。減速可以增加判斷嘅時間，去應付轉彎後路面嘅交通情況。駛到彎心，視線望遠，左行線有靜止車輛，俗稱死車，需要取道中線超越物體。望右鏡打右燈，回頭望右盲區。情況安全，望遠望前加速過線。爬頭後於交通情況許可時，應盡快駛回原有行車線。望左鏡打左燈，回頭望左盲區，望遠望鏡望前，小心過線。現時我哋行駛緊一條有分隔嘅雙程路，我方三線行駛，我要用左線直去。前面燈號係紅燈，望左右鏡開始減速，喺適當位置前停車，車停定，再查看交通情況，安全。綠色人像燈閃動，表示燈號隨時改變。燈號改變，查看交通情況，小心開出。望左右鏡加速1轉2，望左右鏡加速2轉3，留意右方車輛會否強行切入。前面燈口需要左轉入嘉陵道，望左右鏡減速3轉2，轉彎時留意轉彎位置，留意有車輛從左邊強行切入。轉彎後，路口顯示綠燈，過路口前望左右鏡了解尾隨交通情況。路口前右中左望預防車輛衝燈，情況許可安全，定速定位駛過。前面右轉巴富街，轉彎前左中右望，轉彎時留意轉彎位置。轉彎後望左右鏡，留意左邊車輛會否突然駛出。前面左轉石鼓街，由於視線受阻，望左右鏡減速，預防車輛動態及有否行人走出。轉彎前望左鏡左盲區，及留意轉彎位置。轉入石鼓街之後，我哋準備會右轉敬德街，喺敬德街會做一個平衡八字嘅測試。嚟到呢度就要留意下有冇考牌主任同考生考緊八字。若然有嘅話，我哋就將個車駛近左邊行人路石鼓街嘅位置停低等候。如果冇嘅話，我哋又可以直接右轉入敬德街，喺消防龍頭嘅位置停低等候考牌主任嘅指示。喺安全情況之下就可以右轉。將個車靠近左邊，發出左燈信號，停低，停定之後再查看交通情況。考牌主任會同考生講解八字嘅要求，清楚之後就可以開始。望鏡打右燈，情況安全就可以開車。一般八字測試係打3個至5個八字，最終係由考牌主任決定。喺打八字嘅過程當中係唔可以落腳，唔可以失平衡，唔可以撞膊嘅。點為之失平衡呢？你隻腳離開腳踏就為之失平衡。如果在打緊八字嘅期間，
有車輛駛落嚟，佢冇意識讓你嘅話，你就揾一個安全嘅位置停低。當車輛離開後，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就可以繼續。打八字要打得好，視線運用都好重要，要盡量避免長時間望住個地下嚟打八字，因為視線帶住好容易失平衡。當考牌主任示意嘅時候，我哋就喺適當嘅位置停車，同樣要查看交通情況，確保停車安全。查看翻交通情況安全就可以右轉。石鼓街係非分隔嘅雙程路，係向上嘅斜坡，所以比起平路嚟講，要增加一定嘅速度同扭力先至可以轉高坡。前面燈口左轉常盛街，留意燈號會否隨時改變。黃燈停得切，而尾隨車輛唔會撞埋嚟嘅，就必須喺白線前停車。如果強行停車會引致尾隨車輛收掣不及撞埋嚟嘅話，我哋就繼續小心駛過。左轉常盛街路口前右中左望入左線，轉彎後留意路型改變，右邊道路收窄，預防車輛從右邊切入。同時間需要轉換行車位置，應付前面靜止車輛，望右鏡打右燈，定體回頭望右盲區。超越後返回原有行車位置，望左鏡打左燈，回頭望左盲區。路口右中左望，斑馬線冇行人，定速定位，小心繼續駛過。情況許可，望左右鏡加速，留意左邊路口，望左右鏡，路口前左中右望，情況安全，定速定位，小心繼續駛過。常盛街係非分隔嘅雙程路，預防迎面車輛過線對我哋構成危險。前邊係向下斜坡及左彎，望左右鏡減速，轉低坡，保持適當嘅速度行駛。轉彎後路型改變，由一條線轉換為兩條行車線，我哋需要取道左線，燈口左轉，望左鏡打左燈，定體回頭望左盲區，無需扭軚，順住入左線。準備進入一個有燈號管制嘅 T 型路口，燈號顯示係紅色，望左右鏡減速，喺適當位置停車。當車停定之後再查看交通情況安全。現時身處一個有燈號管制嘅 T 型路口，我方兩線行駛，我沿用左線準備左轉。燈號改變，查看交通情況，配合前車小心開。路口前右中左望，左轉入天光道。轉彎時留意轉彎位置，同前車保持適當嘅2秒跟車距離。前邊燈係紅燈，望左右鏡減速，帶慢尾隨車輛，喺適當位置前停車。車停定，查看交通情況安全。留意燈口右邊有道路工程，留意尾隨交通情況。前邊燈號改變，望左右鏡盲區，確保冇車從左右兩邊切入，配合前車小心開出。駛近前面道路工程樽頸位，望右鏡回頭望右盲區，確保冇車輛從右方切入，對我構成危險。過路口前右中左望，情況安全，定速定位，小心駛過。望右鏡打右燈，回頭望右盲區，轉換行車位置，靠右邊行駛，準備右轉入呢個天光道考試中心。迎面有車，情況唔許可，望左右鏡減速，喺適當位置停車，等候右轉入考試中心。當要右轉天光道考試中心嘅時候，要留意翻裏邊有冇足夠嘅空間，讓我哋車輛進入。行人路有冇行人正在橫過馬路，同迎面線有冇車輛。如果情況唔容許嘅話，我哋就喺呢一個位置停低，耐心等候。等候期間就要留意尾隨交通情況是否安全，情況許可，望左右鏡盲區，小心開出。進入天光道考試中心之後，要留意有否車輛會突然駛出，及留意有冇輕型貨車在進行緊泊位考試。如果有嘅話，就喺適當位置停車。如果冇其他車輛，就喺呢個位置停低，查看交通情況安全。熄咗匙先少落右腳，再落返個側架，考試就完成。